章、第3章、第4章、第5章，咱做伙来读。那个 PPT， 我们忙一下。好，咱对第3章咱过头来吼，祝上帝感恩到位，祝上帝安家，以利生活关系，到威变为改改4章。但如是事话然后，做人命中上教导，以命中上关系，到威变为改改。但心和恶不住，以下难恩重不复，以命中上关系，到威变为改改。阿妹，咱再来看另外一首480首。我心大欢喜，主也是身边，共款咱请师父甲咱做歌唱。好，来。各位兄弟平安，平安，今日是欢喜，咱甲大家来做礼拜。礼拜开始的进前，请大家就把伊的手机啊，关起，调对无声。即摆咱请大家用1分钟的时间来预备心准备今日的礼拜。
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的心要投票于你，我要投票于你，四顾的必应许，听后才会知内经过。即摆请阮各位来吟诗，信诗57首，信诗57首，愿大家互拢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传你的名，创造天地之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咱主，你信心敞开，对待事物来自信，一路面对各地来说，定期给心来做的路，你是你的想要的话，你那这里传你的说的话，你的原来情况。各位来体验上帝的话，体验文字17篇，嘛是诗篇14篇，体验文17篇嘛是诗篇14篇。万军的耶和华啊，我的心神联络耶和华的殿宇教训。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囝就家己找着有囝的时，也去离伊的厝的，去互人福。伊的人是伊。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要行出几来，伊哪行几来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顶牌的上帝啊，你就看。你的电年半是较好的日子。因为耶和华上帝的日头是天白。伊在搭留一项好意。万军的耶和华。
这是咱三代的祈祷，来祈祷。我伫天的上帝，你是高有智慧的上帝，宇宙万物都拢伫你的旨意下来行。阮求你怜悯我的心，怜悯阮软者的灵，时常会记你爱我靠你，求你的同在。但是求你的圣灵，无离开阮，看顾阮的需要。咱的教会今仔日有侪代志要做，咱继续用毋茫的心来进修咱的教会。逐小组团来彼此相听，彼此鼓励，搁爱教导来发福音。阮感谢上帝的恩赐，互阮今年有搁较侪小组要投入伫幸福小组的行列中间，有负担要带领搁较侪人来认咱上帝。经历上帝所对上帝来的感动，将家己的性命交托互上帝。嘛求主互阮有约定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咱的教会，嘛重新来看待对上帝你亲手所创造的阮家己。无看轻家己是上帝你的囝儿的即个身份，搁较侪为主来传福音，领人归主。嘛因为教会中间身体有欠亏的人，会兄弟来祈祷，因在病情中间受苦，求主减轻伊的因身躯的苦痛，赐福平安伫因的心内，互因的心袂因为这陪痛，失去希望。因为你是永活的上帝，你嘛应允阮有一天要伫你的国中间，无遮的痛苦，无遮的悲伤。求主互阮有即款新的眼光，苦难不再是阮互阮辅助的存在，煞是互阮更较坚定主的同在的祝福。感谢主的祝福甲同在，阮祈祷无完全的所在，咱就主教是咱的主导文来祈祷。即摆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约书亚记第8章33到35节。约书亚记第8章32到35节。我来读下来看。第30节，彼时约书亚伫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做坛，是伊自然的石，顶面都当着铁器来起伊。照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所命令以色列人的话，照摩西的律法来切来所记的，因伫遮的坛顶献烧祭，互耶和华甲互写阮的字。约书亚伫遐用摩西的律法抄写石顶，就是伊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所写的。以色列中的证人甲因的长老、官长甲审判官，拢徛伫约柜的相片，伫跟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的面前，无论是本地人是囝仔的，一半伫基利心山的头前，一半伫以巴路山的头前，互以色列百姓祝福，照以色列的奴仆，照耶和华的奴仆摩西之所命令的。然后约书亚通律法拢总的话，祝福的、咒诅的，拢照拢总记伫律法的。
摩西所命令的一切的话，约书亚伫以色列的全会，甲妇人啊、囡仔甲因中间往来出外人的面前，无一句无读。咱圣经读到这，即马咱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用足水的声来呼罗主。圣歌里用真水的声来呼罗，一切的以后拢归伊后花。那今仔日咱杨牧师要甲咱带领的题目是第18章行起来，咱请伊录。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整件的过程3楼已经99%完成吼。搁差不多2礼拜的时间，咱兄弟姊妹就拢总爱去3楼的所在，礼拜天的所在伫遐来，就做礼拜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咱伫即个1楼的礼拜堂吼，伫
即个3月19号，就是咱后礼拜，咱马顶馆，咱3月9号，迄个礼拜做煞了后礼拜咱做礼拜煞了后，就要开始整建，伫个1楼的礼拜六。原则上无有太大的变动，即个天棚的所在会保留原来，即个我顶馆徛的所在会较起，弄较起，较整体性，较整体性。其他就是咱即个壁一堵壁所在会拓宽，会较宽一点，所以咱以后会有3排，有3排，所以变较宽一点。大概是安尼，咱即摆看到的即个三角窗有三角窗即个所在，三角形会小可甲弄起，弄较平衡，所以维持伊的整体性，整体性。即个茶小可会做清洁，袂改变，当然电费遮拢会变化，拢会变化。即个医疗嘛是同款，医疗袂换，会小可精修者，你看咱有时有诶迄个塑胶，迄个像胶带档，出来精修者。所以感谢上帝，互咱珍惜吼，那礼拜后了后要翕相较紧来翕相，因为过来咱就是新的一个开始，新的一个开始，咱当然会当以后看这个相片，来回顾咱以前，一个为一开始礼拜堂整建，去即间礼拜堂，咱敢若只有为即个后面正港台即个所在拓宽，为后面拓宽的。从开始的礼拜堂是无即个台，伫个差不多英桥镇迄个所在礼拜迄个港台伫遐，这是一个听讲的车库，大概从开始40年、40、50年前，咱的礼拜堂即间起价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所以感谢上帝，咱毋是要拆毋是要拆，整建装潢嘛，毋是叫装潢应该叫精修，互它更较舒适，保留咱原来的样貌，所以感谢上帝，互咱会当做即款的调整。有的教会是有兄弟姊妹讲袂使，牧师袂当，这旧的礼拜堂就是安尼，咱另外去买一块地来起，这安怎留来变有机啊？所以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来思考即个咱的礼拜堂在整建的过程中间，你我咱的心是毋是会改变，会通换心？伫个成功了后，无得较有失败，伫失败了后，咱要安怎搁徛起来？我相信这是咱信仰的过程中间真重要。今仔日牧师要用约书亚第8章30到35节，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我本来是想要用第8章规章啦，第8章念落去，可能有诶兄弟姊妹就拄久啊。真希望咱当牧师咧分享诶时阵，咱后礼拜要分享约书亚第9搁下一次下礼拜伫个顶悬楼顶要分享约书亚第9章，要讲欺骗的故事。你我咱拢捌互人骗过，嘛捌骗过啦，所以第9章，咱会当转去预习先看一下。今仔日咱要看约书亚第8章30到35节，你开始进前，完请咱三角下来祈祷。亚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互阮知影时间的有限，阮好好把握，阮每一遍三角组织聚会的时刻，感谢你的上帝。伊对阮的眷顾，对一开始一直到落尾，你拢是永远伫地的上帝。感谢你的上帝，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子，你嘛呼召阮成做传福音的勇士。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伫阮的生活内面，伫阮的环境，伫阮的处境中间，阮拢要来宣扬上帝讲的福音。当有人知影阮是基督徒，是你的学生，是你的门徒，一定有侪的问题要问阮的。求主赏赐迄个智慧来帮助阮，互阮一旦互遮个问问题的阮的朋友、亲情，拢会当知影了解上帝你奥妙的真理，帮助阮兄弟姊妹
圣神来，请你开听阮，互阮会当通知影清楚你的旨意，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安慰阮、鼓励阮。阮永远会为着做白疼的兄弟姊妹来摆咧阮的困求甲代祷，这是阮人生学来担当的事。当阮拄着做无共款的病症伫阮的身上的时，阮甚至会感受到迄个生命的威胁的时，总是感谢主，互阮会有即款的盼望，也就是阮仰望主，因为主你要应允阮，要甲阮三角地地，你要赏赐阮迄个真实的平安。感谢主，要上帝来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阮人生每一个无共款的坎站内面，无论是身躯的病痛，无论是事业，无论是人际关系，各方面，阮拢对迄个失败中间，阮要徛起来，因为阮知影爱仰望主，活靠主。感谢今日上帝，你的引带阮大兄，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但是阮在分享的过程中间，恳求圣神开听阮，帮助阮明白清楚真理的旨意。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失败中间徛起来，约书亚记第8章30节到35节，咱知影即段的经节在讲以色列百姓在攻打迄个爱城的时阵，其实伫个即个第7章的所在，因遭有着真大的失败，对不对？迄个失败的过程后来，因找出迄个失败的原因，因对迄个失败中间佫徛起来，所以伫第2摆加在因佫有第2摆会当攻打爱城的即个时阵，因摕到迄个绝对性的胜利，因线接采取真侪方面的行动，互因遮个3点内面，咱就互书要分享这3点内面，因知影清楚知影，所以因徛起来要倚靠上帝啊，所以线接的遮个小台战争中间，因继续伫遐得到胜利，因为因学着迄个功课，毋是干那靠家己的智慧、财物安尼。是安怎我靠上，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就是咱爱安怎，谦卑我靠上，谦卑的靠上帝，咱爱谦卑我靠上。说书兄弟姊妹，咱来做比较，以色列百姓第1摆攻打爱城，甲第2摆攻打爱城被办的迄个动作，咱就会当通知影，咱发现一个真明显的无相款，就是以色列百姓第2摆咧攻打爱城的时阵，因学习安怎样谦卑倚靠上帝的功课，这是第2摆。当第1摆约书亚派人去即个爱城侦探，遐个探仔伫遐侦探，转来的时阵，因讲，哎呀。百姓咱拢毋免去，2、3千人简单就会当攻破爱城，因为遐个人爱城的百姓少，那边的百姓很少，少，所以约书亚第2摆攻打爱城的时阵，第2摆因选紧偌济人，3万人，咱有看伊第8章开头前3万人，有开咱的勇士人数若是第1摆的10倍。而且强调的是啥？大有能力、大气力的勇士。但是爱城总共查甫查某差不多只有12000人。咱就知影即个差距所以第1摆以色列百姓攻打爱城的时阵，真骄傲咱讲轻敌。我得到像咱中华队即个咧打第1场安尼。我毋知影是毋是轻敌，我毋知，但是都有迄款的感觉安尼真骄傲这第1摆以色列百姓咧攻打爱城的时阵真骄傲，所以派少数的人2、3千人去都会使。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第2摆因咧攻打爱城的时阵，因非常的坚定，因非常的咱讲谨慎因若派出真好的优势的兵力。算出来是咱讲精锐部队，上好的部队佫用即个上帝互因的方法，伫迄个过程引诱敌人出来，为头前为后面包抄爱上一只引诱出来，一个人心里边安影，引诱出来了包抄伫遐攻打，即款的方式得到胜利。
以赛亚书第4章第60安尼甲咱讲，万军的耶和华讲，毋是我靠设立，毋是我靠裁调，乃是啥？我的神会当成就。所以对即个项，咱会当知，咱若干那我靠咱家己迄款的经验、迄款的能力，当然会使，咱有真侪的能力，有真侪的经验，拢是累积起来。总是有真重要一点是，咱若无去超找上帝的帮衬，安尼上帝就尊重咱的决定，因为硬讲要帮衬咱，安尼咱有了解。伊要硬讲要帮衬咱，除非咱家己已经意识到非常危险的即个边缘，哎呀，危险到啊！但是，即使咱有一个谦卑，我靠上帝的心欢喜，超找上帝的因，安尼上帝一定真欢喜伫咱每一件代志顶悬，安怎引出咱，加添新的智慧、新的材料，互咱。我相信这是咱伫信仰的生活内面，咱会当通去体会、去经历。我靠咱家己的材料，咱其实教会咧，即个咱兄弟姊妹伫教会咧出入，而且咧生活，讲做教会的生活嘛是共款。有时啊，连迄个开会，咱都会当通理解迄个开会过程中间，咱就知影，是毋是咱拢一直用咱家己的知识在来？特别伫咱整件的过程，咱都会当去体会每一个部分。咱咧联合咧开会的时阵，也是讲分散咧开会的时阵，有一做无共款的讨论。总是感谢上帝，咱拢用祈祷做开始，有主赐予咱智慧，用祈祷做结束。毋是讲一开始就来开会啊。所以头一点，要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就是谦卑，我靠上帝。这是我第一摆用 AI 来完成这版图案的。我就有这个对吧？请给我一个用谦卑依靠上帝的图是我的信仰是基督徒的，就把它生成这个图案。这个人真安静谦卑，为了伫上帝的面前。黄一礼拜的祷无啥讲，黄一礼拜是比较都市化的祷告。人有兴趣，黄一礼拜就来有听。咱就是爱用，当然这个科技，但是伫这个过程中间，安静祈祷，求主帮助，我会当这个生成一个比较合适的图。所以我经过两边到尾用一张，互主来帮助咱，会当谦卑来我靠上帝，咱家己心内面来默念，我爱谦卑来我靠上帝，我要谦卑的依靠上帝。第二点，跟兄弟姊妹做伙分享的，也就是甲上帝建立活泼的关系与上帝建立活泼的关系，甲上帝建立活泼的关系。咱知影以色列百姓因咧攻打耶利哥城的时阵，迄是头一摆因要进入迦南地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对不对？耶利哥城。甲第二摆因要攻打爱城的时阵，上帝启示因的攻打的方法有共款无？无相款。攻打耶利哥城的时阵是安怎攻打？石城过会记袂？有书咧讲迄个故事，咱嘛有读过石城摕一工石一摆，最后第7工安怎？石7摆。听到哨角弹安怎？大家做阵发，城就安怎倒落？考古学讲不是往内倒，是往外倒。所以咱知影往外倒意思就是上帝的心象因为通常用迄个力道来讲是应该是往内倒，往外倒。所以伫遮咱知影爱城，迄个爱耶利哥城是安尼来讲法。但是第二摆伊要攻打爱城的时阵，上帝甲因讲爱先安排好安怎，爱有迄个。兵哥伏兵伫咧城的后面，这是城的后面。煞只正面攻城的军队，爱惊安怎？派出去，打败，假装
打败吼跌倒食甲打败啊，就紧安怎紧选安尼。哦，啊引诱这个爱城的人出来追逐，啊后面迄个兵就走出来，伫遐安怎走入去城内面，啊伫遐放火烧城，啊煞才集结爱城的军队来。所以面对耶利哥城甲爱城，其实这两款上帝启示因的方法完全无相款。攻打耶利哥城真神奇，对不对？哦，攻打耶利哥城就是啊，城墙突然安怎哗哗就倒落来，以色列百姓敢若无做啥物就打胜仗啊，是毋是？但是当初爱城是安怎用计议吼，谋治吼伫遐，所以耶利哥城的胜利吼，我讲这是咱讲玛纳的神迹啦，是只玛纳的神迹，吼。因为玛纳的神迹是真清楚知影，这是上帝所做的，上帝所行的这个大贵咱的作为。但是爱城的胜利是咱讲农作物成长吼，农作物生长的迄款的成绩，迄款的意思是啥？咱知影这个种花也好，农作物也好，就是要有安怎，要有上帝的同在，啊上帝的保护，啊慢慢啊一步一步，咱人嘛要付出咱应该努力的打拼。才会讲得到迄个胜利的结果嘛。哦，出兵啊，勇士哦，毋是软正软弱的皇帝，是安怎？是勇士伫遐要有计，要有头脑，上帝伫遐同在帮咱。哦，那个农作物成长的方式就是哦。所以这两边的胜利，有一个真大的无相款，就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阵，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任何的物拢袂使摕做家己所有的，对不对？爱归入去耶和华的库房。攻打爱城的时阵，上帝就甲以色列百姓讲，城内所有的物件，吼，这个财物、精神，哦，以色列百姓会当家己伫遐来摕。圣经并无有真清楚讲为什么，不过根据第一个粗俗的规矩，也是讲头上啊，吼，头胎生的，吼，头上啊，一精神拢爱归乎上帝这个原则。耶利哥城就是以色列百姓伫安怎攻打迦南地第一座城嘛。咱讲这应该就是出手的果子，就是爱安怎，这个物件爱归耶和华做神。另外就是经过耶利哥城的试验了后，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人叫什么人？亚干这个人。以外，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拢真顺服上帝的旨意，袂使摕这个物件，所以因就拢好体，敢若亚干无通过考验。所以上帝伊真放心，把遐个战利品赏赐互以色列百姓。即使亚干伊若愿意学习忍耐、听候伊愿会当无违背上帝的命令，摕到伊应该摕丰富的物件。所以咱人自然的人，咱即个人自然的本性是真惊麻烦，对不对？咱的本性拢真惊麻烦，学习来解决就会使啊。用钱来解决，会当解决的就会使，咱定定咧讲，是毋是？会当解决就好啊。咱真对嘛讲真简单特别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是上款的问题。即使咱有一摆成功的经验，咱就会认定这个方法是做成成功的原因。所以咱就一样画葫芦，如法炮制。圣经旁有名一个例，就是当摩西带来以色列百姓伫旷野行的时阵，有一边因找袂到水，对不对？以色列人摩西发怨言，摩西就甲上帝讲，上帝甲摩西讲，用安怎个棍啊，安怎拍啥物？拍咧石盘学。这个摩西照做，这上帝伊拍石盘，一拍落安怎水就烧出来了。出埃及第17章。第1节到第4节有记载，30年了后，类似的状况佫出现，但是这边上帝甲摩西讲，就是爱反复石盘出水就好。但是摩西可能毋知是伊无听清楚，还是安怎，伊借着伊顶边30年前迄个经验，用即个管啊安怎弄迄个石盘，虽讲水依然走出来。但是上帝却真受气，伫遐来责备摩西，宣告讲摩西袂当进入迦南地。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到主耶稣伫福音书内面，伊伫病人会遮会记号，咱嘛知影，咱会相反发现一件代志，相反的病，耶稣每一病的方法，咱无啥相反。咱用一个咧医治目睭好啊，医治目睭。耶稣有拄时啊，摸因的目睭就好啊。马太福音第9章27-29节有记载。耶稣摸伊的目睭就好啊！啊，有拄时啊，耶稣是啊，配喙烂伫即个青美人的目睭顶悬，啊，换手伫因身上，经过2摆，完全好。马可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搁有一摆，佮讲你的信救了你，伊就看见啊！哦，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搁有一个同复杂的一摆，就是配喙烂啊，伫咧涂骹。用喙烂甲木棒丸啊，伫遐来安怎搅啊，抹伫咧青美人的目睭顶悬，佮叫伊去西罗亚池遐洗，啊，甲看清楚。哇！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12节，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看哦，你所寻的其实会当查出来，你所寻耶稣医治目睭的新约，伊就每一个这章节拢照出来互你看，哦，一几段。所以为什么相反？咱想看嘛，相反拢是医治目睭的病，但是耶稣却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遐咧医治咧。原因其实咱毋是真清楚，但是看起来要相反的镜头，可能是无相反的问题所造成的。好的医生伊会仔细分辨嘛吼，迄个镜头了后，啊，才开始敲出根源是啥物，啊，对症下药。哦，敢若吼。这蒙古大夫较可怜，咱拢定安尼甲讲。哦，蒙古其实嘛有真好的大夫啦吼。哦，蒙古大夫看病会看到类似的状态，啊，若不分迄个伊的状况是安怎讲，互因共款一款的药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其实每一项事物，咱拢做有着真侪无共款的因素啊结合的影响。比如讲，咱共款是对着今年甲旧年所种的品种的即个种子。咱看卖敢会共款，吸收敢会共款，无一定，因为安怎？今年甲同时间的即个温度、啊雨水量、啊日头照的程度，拢有可能无相款。所以共款一块土地种的遐个农作物，可能会需要养分已经吸收一大半起来，哦，伫过去的迄个过程，所以今年无的确会有相款的好的产量。佮最后一个咧，相反的一个人伫无相反的时期，犯了共款的错误。哦，我佮讲一遍，相反一个人吼，伫无共款的时期，犯了相反的错误，咱可能会采取无相反对待的方式，因为安怎？拄啊开始咱讲初犯，甲安怎累积，过来犯错的意义是无共款。细汉囡仔犯罪甲大人犯罪处理的方式有共款无？无共款，对待的方式无共款，毋是改变原则，是安怎？要增加考虑搁较侪因素，所以伫咧一个大原则下面做出无共款的处理。18岁以下犯罪，伫咧少管所关起来，有一段时间互伊悔改，出去了后莫搁犯啊。若搁犯18岁以前，共款入来，搁几个月伫遐保护管束。啊，若18岁以后咧，安怎就抓起来？即边吼，咱的倒无输停红绿灯啊，后面互车哇直接来去，到尾侧右侧后面迄个右侧啉酒。啊，我拄仔接到消息去处理，哦去看。我看哦，原来我才知影酒驾。测出来，掠迄警察叫做靠脚铐呢。我想讲着伫咧遐坐咧等，毋是哦，迄个人就靠脚铐起来。哦，所以我知影酒驾掠着脚铐给铐起来。哦，啊伫遐足久的时间就讲，伊要上厕所，甲警察讲，警察就带伊去。我就看一个面仔红吼，脚铐刷安尼啊，酒驾。啊，原来酒驾即摆是刑事责任，爱铐起来。所以迄个处理的原则拢无相款。咱就会当知影，18岁以前、18岁以后，相反犯罪
可能囡仔18岁以前招食，可能无共款的处理方式。但是咱搁来想一个问题，安尼咱要知影即件代志安怎处理，对不对？咱一定想要知影，你我咱拢会当想要知影讲，要安怎处理，才会当符合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咱要安怎处理遮个代志？教会的事务嘛是共款，要安怎处理家庭的代志、家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要安怎处理才会当符合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亚利哥想要用即款的方式伫遐来讲答？啊，爱城却爱用另外一款的方式来讲答。哦，其实爱城嘛真会使说，毋免7日咯，吼，买几日就会当化解就倒啊。无得甲伫当当时有意识的百姓嘛安尼想，无得甲。所以答案上帝甲约书亚讲，攻打亚利哥城的时阵，上帝是安尼讲，安尼讲，安尼讲；攻打爱城的时阵，上帝是安尼讲，安尼讲，安尼讲。但是咱要安怎知影？咱所听见的声音是心内面的感动，或者是对上帝遐来的，是对魔鬼遐来的，还是我家己胡思乱想，我别想出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嘛是真重要的问题。迄个答案就是我即个第2点的标题，就是看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啊，弟兄们，你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若是敢若读圣经、祈祷，我逐工有哦，无输哦。咱教会嘛拢有推行这，啊，我拢有哦，我拢有读无输，我拢有读哦，有读真好。你有想无？你有安静无？你有默想？你有安静？你有听着？虽然说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70安尼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嘛认捌因。因嘛要缀着我，无毋对啦吼。羊认捌顾羊人的声音。有一个人伫中东看到一大群羊群伫咧草埔遐咧食草，哇！遮尔大群的羊群，因分别属伫无共款顾羊的人的心情的羊群啊，合作阵安尼。啊，伊真好奇，就问一个问题：恁咧羊仔拢做伙？啊，要安怎分辨倒一只羊仔是你的，啊，倒一只羊仔是伊的？顾羊的人讲，这一点也不困难。你知影用什么款的方法无？教我倒想出来，分落去，哦，口哨一分落去，哇，一寡羊就开始安怎刷过来，刷过来，刷过来。啊，有一寡羊上惯伫遐低头吃草。哦，无要插迄个分古树仔迄个顾羊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每一只羊拢认捌家己个顾羊的人的声音，因为顾羊的人伊平常时已经细致伫遐照顾因甲因的迄个牧者顾羊的人，遮个羊群甲遮个顾羊的人有啥有性命的关系。亲爱的弟兄们，要明白、要清楚知影上帝旨意，内心先决的条件，就是爱甲上帝有啥？发的关系，我用这幅图，当然这嘛是 AI 生成的，这叫英文咱家己会当看吼。这一个少年人，这个是圣经，这本是圣经，伊平常时，佫有啉一杯咖啡，也袂歹，佫有电脑，现代化的领袖啦吼，伊的专人伫遮。伊的心思力量伫遮，伊体会着甲上帝有真侪活发的关系，闹了很多泡泡嘛，伊这个心中伫遮，所以这个意识图啦，但是会当互咱知影讲，咱甲上帝有这个活发的迄个关系是真重要。爱明白上帝的旨意的内心，就是爱知影。安怎用来领受的生活，所以这有真侪人会讲，甲上帝的旨意毋知是安怎模糊不清，真恶来知影迄个原因是啥物？因为有拄时阵，咱大部分的时间拢无愿意甲上帝建立迄个活发的关系，咱拢宁可用一寡技术性的问题。啥物叫做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讲，我试看卖，这铜板，嘿，正面反面人头还是50元，伫遐。这古个人也是抽狗啊，去即款的方法去超出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约翰一书第6节甲咱讲，
咱若讲是甲上帝相交陪，却行伫黑暗内面，就是讲白贼，无行真理。我搁讲一摆，约翰一书第1章第6节，咱若是讲咱甲上帝有交陪，却永远伫黑暗内面，就是讲白贼，无行真理。你安怎搁用即款的做做无共款的方法，永远无法度知影上帝的旨意。伫圣经内面的记载，因甲上帝有四正的关系，有真水搁好的即个交陪，所以因安怎乌灵土迷我，共款啊。但是因真清楚知影上帝 say yes or no， 所以说书咱有一寡罪若无有处理，顶厝牧师讲的吼，有一寡罪若无有处理，若无有对付，咱甲上帝的关系就会出现隔阂啦。毋是上帝无爱插咱，是咱惊面对上帝。我们害怕面对上帝，就敢若亲像阿当食分别善恶的即个果子树了后，伊听到上帝声音，伊就安怎哭起来，因为伊知影家己见笑，可见兄弟姊妹，咱知影良心会提醒咱，上帝无介意即款的事。说书咱若无到上帝面前来，伫遐甲伊分享，甲伊讲，伊要怎样会听到咱的声？咱要搁怎样会当听到上帝的声？知影伊稳重的旨意。所以咱要甲上帝伫遐来相交陪，爱伫咧光明的内面，必须爱有上帝甲上帝活泼的关系。迄个活泼的关系为倒来，就是咱参与伫小组内面，伫团契内面。咱透过咱兄弟姊妹真好的交陪，伫遐咱看上帝的话，伫遐互相交陪，知影清楚，愈来愈清楚，毋是干那只有灵修生活那尔。搁较重要的是，咱来到教会，今仔日嘛是共款，大个团体听牧师伫遮咧分享，了后咱无得较会当通思考，讨论。牧师拄则咧讲的遮个代志，要安怎样伫咱的生活内面落实相交陪。所以，甲你问真重要的一个新学用词唯有只有真正认捌上帝，才会当真正认捌人。只有真正认捌人，才会当真正认捌上帝。这爱搁解释真多，但是咱好好来思考。也就是安尼，咱的生活内面，是毋是会当有真水搁好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小组的生活，甲上帝有活泼的关系，咱就真紧会当听到上帝的声，清楚知影伊对咱的旨意是啥物，咱就逐工会当过得胜的生活。最后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对失败中间要得到胜利，就是今仔日咱所看到的这段的经节，第8章。30节到36节，无袂记你得胜的关键，无袂记你得胜的关键。其实我嘛是选真侪图，后来我选2幅这是第1幅咱就来看第2幅图。当以色列百姓攻打爱城了后，因无有乘胜追击，因无攻打第3座、第4座、第5座，无因无。因伫遐无继续攻打其他家己的城市，反倒转因伫南边的所在，反倒转因开始安怎刷去北边的所在。因爱行路至少2天，迄个路途来到以巴路山，煞接伫山顶安怎起这大，煞接将摩西的律法抄写伫石头顶悬。煞接52支派分做2半，一半对着迄个基立新山伫遐祈祷祝福，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伫遐祈祷咒诅。所以，咱若识摩西五经的时阵，咱就会当常知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是完全照着《申命记》27章第20到13节的教示来行的。所以，为什么约书亚冒着互迦南人攻击，行路2天的即个危险，
北上到即个伊巴罗山去献祭，咱无伫当地献祭就好。为什么爬去伊巴罗山献祭？因为约书亚对第一摆伫爱城作战失败了后，甲第二摆爱城胜利的经验，约书亚已经体会到两件代志，就是因会当得到胜利，是因为上帝甲因同在的原因啦。上帝甲因同在的关键，是毋是因有遵守上帝所启示摩西的律法，也就是拄则所讲的《申命记》27章的所在。所以，这嘛是约书亚记第1章的时阵，咱开始在读约书亚记第1章的时阵，第7节到第9节，上帝对约书亚所讲的这个话，经过爱城这个真惨的失败的教训了后，约书亚马上就念伊借着摩西伫《申命记》内面的吩咐，伊执行一件代志，就是去这段献祭、抄写律法、宣告、祝福甲咒诅这个行动。所以，献祭是敬拜。敬拜上帝的方式，今仔日咱就是在做献祭，咱来敬拜上帝。献祭就是敬拜上帝的方式。献祭代表约书亚甲因排赢这个功劳拢归互啥人？归互上帝，归应邀互上帝。因献的是啥？燔祭甲平安祭。所以这两项祭拢是出于家己甘愿的献祭。伫经文有记载，所以燔祭是所有的祭物。爱放伫个完全烧伫即个祭坛顶悬，烧啊，完全代表完全的摆上，无任何的保留。平安祭是感谢的祭，是甲上帝、甲人交陪、交通、团结、生活的祭。所以，即使咱若爱继续不断咧过德性的生活，咱一定爱过一个完全委身、尊主做大的生活，甲上帝保持活泼的关系。所以抄写律法书册甲宣告伊个祝福甲咒诅的话，就是说明上帝的旨意已经启示伫律法的中间。既然遵守律法，就是得到福气；违背律法的，就受咒诅。所以，安尼咱知影，咱读圣经、熟读圣经，咱就会当说明这是上帝的旨意，已经启示伫律法的内面。咱若会当遵守，就得到祝福。违背会受到咒诅。咱读圣经会当知影，咱明白更较侪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旨意生活，咱就会当经验到上帝的同在。照着上帝的旨意生活，咱就会当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约书亚的行动非常重大，有意义。一摆的失败无代表永远的失败。相反，一摆的成功嘛，无代表永远的成功，所以咱爱会记伫，亲爱兄弟姊妹，特别是咱教会咧转型的过程中间，咱会拄着侪无共款的声音，有真侪冲击出来，但是咱细数会当做我继续分读上帝的话，参与伫团结，参与伫小组内面，兄弟姊妹彼此联谊，真好的教会，借着上帝。启示伫圣经内面伊的话语，帮助咱一步一脚印，头前的道路来迈进。咱的理想目标已经真清楚，无需无话搁加讲。望咱会当牢牢的记住，咱的教会过去的历史、甲现在的历史、将来的历史拢共款。咱一定有成功的时阵，也有失败的时阵。伫个失败内面，咱要安怎样搁站起来？上帝甲上帝，并且合来关系是真重要。愿主赐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袂记你得胜的关键，也就是包括主、顺探主的旨意。请咱三脚按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虽讲阮会有软者，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但是你一遍又一遍互阮有侪侪的机会，你无弃杀阮，也无也无伫遐来放弃阮，主啊，求你帮助阮。伫失败的时阵无灰心丧志，伫成功的时阵嘛无食骄傲自大。想事法时刻有一个谦卑、倚靠你的心。主啊，求你帮助阮，无论大事小事，阮拢来学习安怎样听探你的声音，会当叫阮凡事来跟对你的指示、你的引带，遵行你的旨意。安尼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多谢你无所有分享，接落来咱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因信息480首，我心大欢喜，注定身边，请大家起立唱我心欢喜，主将心地，虽然你是那种定力，最终的活出我心欢喜，有主引导，随我心意，大我有你有，为我主要。
平安。来，我来介绍两位新来的朋友吼，头一位是李玉君姊妹，伊是咱李玉莲姊妹的妹妹吼。来，咱请佢一段是台东，吼，到位台东的所在，玉君姊妹吼，感谢主。好，来，咱佫一位吼，是为伫加拿大的牧会倒欠树牧师，吼，来甲咱的中间吼。来，杜老师，欢迎你来，感谢主，感谢主，杜老师。好，毋知佫有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好，那无咱先来报告，请伊咧。我继续来报告。谈到咱事工的部分，请大家一来看。特别爱讲的是，后礼拜同工爱预备心来准备后礼拜下礼拜的服务。聚会人数甲服务的部分嘛，请大家来看。本会消息，下晡1点来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同工来预备心参加。113学年度的着奖学金申请已经开始啊，有要申请的兄弟嘛，到办公室来领这个申请表，咱会来填写。3楼的修缮工程已经要完成啊，那咱教会要伫3月10日来举行这3楼的礼拜堂的启用的两个礼拜，迄天是咧下礼拜。邀请兄弟都要来见证上帝的恩典。伫礼拜后嘛有会爱家己来准备这个餐具。慢慢是提起伫这个1楼礼拜堂的修缮的这个期间，咱所有礼拜拢会伫3楼来举行。前半年度咱有服务小组要来举行伫3月10日慢慢赶快来举行这个天的礼拜。即届总共有5个小组要到这个来举行这个服务小组。5个小组就大家家己来看。特别爱强调就是讲大家用这个代志，靠伫咱平常时的态度来面对。服务小组是一个传统的时间，需要大家做伙同心来带动的。恭喜朱瑞金兄弟甲陈慧珍团队伫3月8号在雅比斯露营区来举行的结婚礼拜。雅素陈慧珍团队是雅素嘛，是进行伫咱教会有实习的新学生，伊是一个爱主嘛是大新的一个新学生。瑞金兄弟嘛是一个爱主嘛是大新的一个好兄弟。就感谢主对这对新人的带领甲祝福。大家嘛会当有看到伊，若是有捌伊的是，嘛会当来祝福伊。高中的主日学时间有调整，调整的时间大家来看。特别爱讲的是，咱主日学结束了后，高中主日学结束了后，爱鼓励来参加欢喜的礼拜。然后教会嘛有鼓励咱的教会来的夫妻来参加夫妻礼。爱讲的是，这夫妻的报名到3月20日，有想要报名的夫妻来赶紧看爸爸的这个机会，出来关怀带动。出来表演的兄弟邱宇恩，邱宇恩、蔡荣达是蔡瑞娜姊妹的爸爸，洪蔡菊子是洪淑锦姊妹的妈妈，刘金荣、谢惠美、柯玉、马来金、林学仁、素觉仁、曾文德、林玲、杨玉珠、郑明霞、林敏珠。徐建鼎，有带伊的是卢景全，是卢文兄弟兄的爸爸，洪本展弟兄的母亲林长青，请大家继续为着教会
礼拜日加上，然后礼拜二嘞精简红的那个甲来讲。哦，有一个漏，有一个，咱本回小学的起点有一个色铅笔的初学者的初级班，在邀请听电脑有二班的好朋友兴趣的，咱邀请伊来参加。在后壁招待昨天有那个相关的意见，大家咱去提，啊，咱摕去邀请家己的好朋友。所以咱来谈。咱的根据是约束下是第8章35节，咱做伙来读。我是所有的一切约束啊，以色列的传统要怎样讲？咱用这样的方法来说啊，所以咱来做英雄的，信心531首，信心531首，古老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领专首。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免。大家来讲平安礼。